我學生時代愛嚟做手機壁紙嘅車唔係法拉利，光頭佬話俾我知，原來呢啲5米幾長嘅車係可以揸出嗰種動態嘅，起碼七仔定係當時嘅 SAMG 係俾唔到我呢啲印象。最尾期嘅 S8 18年上牌，過咗10次戶，全車原漆，連前後保險槓都冇噴過。車用得靚嘅，過900次戶都靚；用得唔靚嘅，各大批發市場啲原漆嘅50，你哋要唔要？呢隻20寸嘅鈴要選裝嘅，其實呢部車選裝咗好多嘢 ，B&O 嘅音響啦，座椅加熱係標配，但係通風按摩都係要使錢嘅。你咪睇啲樹屈屈質質啊！我都唔知點打開個小台板好。座椅通風凳啦，後排呢度一紮掣，起售價198萬，加埋啲選配，我都唔知幾錢，而家賣60幾萬啫。長城至中意學嘅呢隻遊艇式擋把，最早就係 A8 用緊，隻 mon 係伸出嚟再升起嘅，呢啲咪要創造力咯。電級門唔使講嘢噶啦，我第一次聽講矩陣式 LED 呢幾個字就喺呢部車身上，唔知 Audi 幾時已經冇人用燈廠2個字形容佢。520匹4驅，18年上牌，78000公里嘅粉絲寄售63萬8，你話值唔值啊？